行啊，你确定忘了把这把我手机藏这儿了？确定吧，我刚才就看了，但是我没有看清楚它放哪儿。现在这个多少？这也没有啊，同学，过来搭把手。好的。我这也没有啊，是不是在这里？也没有啊，是不是在这里呢？过来搭把手。